文科仔上戰場多數都係去前線啊。咁有唔少人問讀藝術又會點樣呢？嗱，我知道嘅，大家都係想講嗰一位藝術學生啊嘛。但係歷史上真係有藝術家係會上前線，而且人數係唔少噶。講緊嘅就係古蹟美術同檔案計劃 MFAA， 又或者叫做古蹟衛士嘅部隊。呢個係民軍喺1943年成立嘅特殊單位，由400個博物館館長、策展人或者藝術史學家組成。例如後來成為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館長嘅詹士羅里默，或者哈佛大學藝術史教授保羅薩克斯。佢哋嘅任務有兩個，第一個就係隨住軍隊前進，幫助民軍唔好炸中一啲古蹟，亦都幫一啲受損嘅藝術品進行搶修。而另一方面，佢哋亦都會喺德國、奧地利揾翻一啲俾納粹搶奪嘅珍貴藝術品，例如根特祭壇畫啦，同埋米開朗基羅嘅布魯日聖母雕塑。